差餉估價署啱啱喺6月底公布最新嘅數據，喺首5個月累積升咗7.4%，升至2023年10月份嘅高位。前線嘅角度見到6月份實際成交數字，其實已經反映咗業主反價，令到二手放緩咗。呢個數據高，前線剩嘅交叉點，可能係開始步入黃金入市期嘅窗口啦。大家就要留意下啦。今日同大家睇嘅唔係幾千萬嘅豪宅，而係青龍頭經典嘅代表豪景花園，最受歡迎1381尺，重點係前排全海景嘅單位。留意開嘅朋友都知道，一年都未必有一個單位出售。呢度大約400尺嘅長方形巨廳，個實用空間係咪好大呢？業主咧全屋做咗 LED 燈，加咗假天花，所以你睇到呢個感覺樓底係低咗，實現實都有3.5米高㗎。遠望西環青馬大橋，心胸係咪都感覺到廣闊啲呢？廚房真係要俾10個讚啊！完全係舊式豪宅嘅間隔味道。行到最後仲係工人房、工人套廁啦，仲有一個後門添，收納式嘅床啦，同時都姐姐可以享受到休息嘅空間。第一個洗手間係光廁啦，做咗企缸。遠景嘅房間業主改造咗書房啦，玻璃趟門。咁向海嘅房間呢，就做返睡房啦。值得一提呢，呢度每一間房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嚟到主人房，可能你會覺得，咦，點解個空間細咗嘅？咁其實呢，業主係做咗少少設計嘅，佢攞咗一部分做咗個衣帽間啦。主人房洗手間一樣企缸、光廁，有窗嘅。好多人話買啟德先夠豪，每日望住維港景，6000幾萬，每一眼都係金錢嘅味道。豪景花園遠向西環3橋海景，相差5000幾萬，買多幾層樓收租都得喎。呢種另類嘅高性價比值，你又中唔中意呢？如果想了解更多，記得 share 我頻道 WhatsApp 我查詢啦。我哋下次見。